于当下。晚节呢，听闻佛法以后啊，感到非常的庆幸，也就是今生啊能得人身。更庆幸的就是能够听闻到佛陀正法，能够深信切愿于净土念佛。那所不幸的呢，就是我们修学了佛法以后，才真正了解到我们的业障深重啊，感到非常的惭愧。而我们真正了解以后，我们不再感情用事了，评估自己这短短的一生啊，几十年呢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断烦恼，而来当生呢，出离三界六道生死。这个我们修学人啊，大部分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，要出离三界六道，